等我打開返導遊模式先。模式轉換，開啟導航模式。歡迎來到美河流。歡迎嚟到美河流生活館。我哋將會介紹昔日記美河流俾你聽。美河流建於1954年，因應1953年石硤尾寮屋區大火而興建的徙置大廈之一。哦，原來美河流係有咁嘅歷史嘅。你觸發咗美河流記活動任務，尋找加頓山所隱藏記寶藏。而家為你提供尋寶路線。距離山頂仲有5分鐘路程。恭喜你終於揾到我哋記寶藏！